連接嘉義鹿草甲熱帶南後壁南85線的八掌二橋，不但是縣市的連接，更加是大新營區前往嘉義高鐵站的主要道路。但因為年久，不但路面無夠寬，而且橋長嘛不足，地方爭取來改善。不過因為南橋北館有着嘉義縣政府提出前期的作業規劃甲設計，目前總算有了初步的設計。上午有着立委林俊憲邀集中央的水利署甲公路局同齊會勘，並聽取地方的意見。南橋北館由着咱嘉義縣政府愛做主體來提案吼，所以咱這個案對咱迄個時陣一直追蹤到甲總統議員吼，甲咱的里長，大家攏足關心的。今仔日咱已經有看到將來的無偌久，只要嘉義縣政府來提案，並配合看，咱這邊才會全力來請阮這里長佇施工的過程會來全力支持呀。往來交通安全。效率真重要，所以第一我請所有行政單位咱主要咱第一該提計劃這嘉義縣政府全力來加速啦。第二愛出錢這全力來甲阮支持啦。這錢我來負責來，中央錢我來負責來找啦。另外咱第一愛去做的就是，買請咱這里長社區較辛苦，因為伊做了對具體學堂咱就愛走邊仔便道啊。八掌二橋原長700公尺，寬度只有8米。規劃改建以後，長715公尺，寬度15米。總經費大約需要9億8千多萬，分別由水利署的流域整體治理，甲着公路局的生活圈道路交通計劃來補助。預計工期大約要2-3檔。地方希望嘉義縣政府要趕緊來提案。補助的部分，立委會來督促財主單位的配合。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